好多香港、澳門老友嚟珠海睇樓咯，一過關直接去跑售樓部，一日行10幾間，睇到眼都花，到尾都唔知道自己想買乜。你有冇試過咁樣啊？10個入面港澳客有9個睇樓係冇計劃嘅，見到樣板間整得靚，銷售講得好，即刻就心動啦。等到交錢之後辦手續先發現地段同戶型完全唔啱自己，白白浪費咗成個週末。其實無非有2個原因，第一，搞唔清楚自己係想返工自住，定係退休養老，定係淨想存錢保值。第二，冇提前睇下自己嘅預算幾多，買樓要帶齊乜證件，冇目標亂咁睇，越揀越亂。我做咗10幾年地產，見過好多港澳買家，同大家講句實話，出門睇樓之前一定要諗清楚4樣嘢啊！買嚟做乜？最多出幾錢？返工返屋方唔方便？帶齊證件，辦證需要帶齊咩證件？嗱，呢4樣嘢非常之重要啦。簡單3步釐清：第一，諗清楚自住定係投資；第二，首付、契稅、管理費全部都要計埋，咪就定死自己嘅最高預算；第三，回鄉證、身份證、銀行流水呢啲文件要提前準備好，唔好臨時先至去整啊！真實客人經歷，前排有個香港客人週末特登嚟珠海、香洲、金灣、橫琴、恆嗰邊20幾個樓盤。都攞唔定主意，之後跟住我個方法捋清楚需求，冇幾耐就揾到合心意嗰間啦。少有好多冤枉路。總結，喺大灣區買樓唔係見到靚屋就可以買㗎，就可以落訂啦。先搞清楚自己嘅實際需求，再去睇盤，先唔容易踩坑，又啱時間又唔使煩。